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，透早上低温，桃园杨梅16.3度。北台湾刷落来一礼拜拢是安尼湿湿凉凉的天气。另外再加上第21号的风台爱头，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偏凉冷。会知影台北天气湿冷，真侪民众拢穿真厚的袖仔出门。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全台湾低温降到16度。 今天清晨，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，除了恒春的低温在20.4以外，其他各地低温都在17到20度之间。气象局讲，今仔日会知影上低温伫咧桃园杨梅，刚有16.3度，全台湾各地低温拢刚有18到22度。这礼拜天气拢会较凉冷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明仔载会知影到14号全台湾凉冷，真侪所在会有局部或者是短暂落雨的机会。西北太平洋上第22号台风梵高，目前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约1300公里的海面上，未来也是会经过菲律宾到达南海，也预估到达南海以后的水汽有可能影响我们天气。即马台湾附近有2个轻度风台，其中第21号风台爱头会为西边中南半岛的方向架过去，22号风台梵高是西北东西通过菲律宾，2个风台对台湾暂时拢无影响。 另外，气象局嘛提醒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台湾沿海地区较会有小高影，提醒民众出门要加注意安全。